最近經濟環境波動，市場出現咗唔少新型投資嘅機會咧。但係無論包裝得幾靚都好咧，呢啲騙局都逃唔過不可能嘅三角嘅定律。咩係不可能嘅三角咧？就係流動性，隨時可以攞錢啦；收益率高回報啦；安全性保本啦。滿足呢三個條件咧，就叫做不可能嘅三角。正常投資咧，最多只可以滿足到其中兩樣。點樣可以一眼睇穿騙局咧？如果見到類似年化收益12%啦，高收益啦，保本啦，安全啦，隨時可以攞翻錢啦，高流動性啦，呢啲咁嘅宣傳咧，就100%都係騙局嚟㗎啦。因為佢哋聲稱可以同時滿足到不可能嘅三角。世界上邊有咁大隻蛤乸出街跳？舉個例子啦，股票就係高收益啦，高流動性，但係高風險啦，有機會一晚就輸晒啲錢嘅。儲蓄保險啦，穩定收益，低風險啦，但係流動性差啦，有機會鎖住個本金幾年啦，甚至10年。咁聰明嘅投資方法咧，其實係唔好去追求完美嘅產品啦，而係要建立平衡嘅組合啦。你有冇遇過啲離譜嘅投資騙局咧？留言區分享下啦。